我的讀後感。呢一本書最使我感動嘅係皮皮同埋波波有條理咁處理事情。你哋睇下，佢哋先會動一動腦筋，諗一諗邊啲動物會生蛋，咁樣就能夠大大咁縮窄調查範圍。雖然一次又一次咁失敗，但係佢哋卻從來都唔會放棄，反而喺每一次嘅訪問中收集更多線索，就好似小偵探一樣，堅持要解開神秘蛋嘅真相。我兒亦都有類似嘅經歷，騙子遇到自閉譜系偵探，竟然嚇到換人接電話。我兒子大學畢業之後努力咁求職，已經投出超過100封信啦。有一日，佢接到一通帶住普通話口音嘅廣東話電話，對方直接通知第二日要面試。但係我兒子第一個反應居然係話：請問你係邊一間公司嘅呢？對方淡定咁回應：我哋呢係代公司聯絡噶，唔係你寄信嗰間啊。聽起嚟好似有啲道理，但係佢早就將每一間求職嘅公司職位名稱都打入備忘錄裏邊，變成超強嘅搜索資料庫。當佢繼續追問，咁個職位名係咩呢？我要睇睇先。哇！喺呢一刻，對方就被卡住咗啦，驚慌咁將電話轉交俾另一個講廣東話嘅男子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但係你哋猜猜，呢一個擁有偵探頭腦嘅年青人會點樣用佢嘅邏輯反制詐騙集團呢？你知道嗎？自閉譜系人士時時都被人認為單向思維，但係佢哋破解複雜問題嘅能力可能比福爾摩斯仲厲害啊！下一集我哋將會喺兒童故事《獵犬偵探康德》中同步揭曉呢一場對決嘅精彩結局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唔好錯過自閉譜系小偵探如何用思維捉住騙子嘅狐狸尾巴。